在意大利罗马的欢喜豆腐酒店内底有博物馆顶级的艺术品，也有古董，在全球是真出名。平常时带一枚至少都要1万外块的台票，才有机会看到这艺术品。今嘛酒店庆祝成立60周年，开放民众会当入去参观。1963年开业的卡瓦蒂里华尔道夫酒店，在特鲁奇家族经营期间，收藏几千件艺术品古董，是全球上大私人艺术品收藏家之一。而且不只是数量惊人，真侪收藏品的顶级，应该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、伦敦的国家艺廊，或者是法国的卢浮宫来比拼。酒店接待所在挂18世纪威尼斯上杰出的风景画家，祖塞佩蔡斯的18幽会，大厅藏波兰国王巴洛克木柜，挂在电梯口的这套芭蕾衫，是苏联时期有名的舞者纽瑞耶夫的舞台服装，也有丹麦雕塑家托瓦尔森的青铜作品。同款的大理石雕像，目前放在圣彼得堡的当中。17、18世纪的挂毯，世界当然看到，亲像是1725年法国富贵皇家工厂所捧的一幅中国皇帝故事。这间在罗马奢华真贵出名的5星级酒店，豪华双人房一晚420美金，套房起价2150块美金。今嘛为庆祝成立60周年，开放一般的人入内参观，有专业的导览员来解说。这些作品都连艺术史的专家拢讲是大开眼界。Well, definitely the three Tiepolos are very significant. They're the first works by the young Tiepolo to be part of a private home and, well, painted for a private home, that is. And so they're certainly one of my top favorites. 除了公共空间所看到这艺术品以外，25楼套房内底也有房客专属的艺术显现，亲像9楼套房有普普大师安迪霍荷18限量版的美元符号，拿破仑套房是藏拿破仑2世捌用过册刀。酒店管理部门表示，这专属品也是无人带，这摆也开放予有兴趣的民众来参观。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。